如果命运就是如此，那我是否有能力去改变命运呢？其实我跟他已经分手1年多了，那时候不明不白的就被抛弃，对我的伤害真的很大。好，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名字，我叫陈正勋，那目前是一家电影公司的负责人，就是会第3天下午要完成作品。OK。同学，我最近上一个导演的课程，要交作业，我们去采访你好吗？采访我，好啊。你说题目是什么啊？题目是说说自己的爱情观。你也去采访国安人好不好？我也很想听听看他会怎么说哦，好哦。那他最近好吗？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分手1年多了。啊，真的哦。那我联络一下，再跟你确认时间哦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其实我跟他已经分手1年多了，那时候不明不白的就被抛弃，对我的伤害真的很大。我的自信心完全崩溃啊，真的很痛苦。那时候一直没有办法走出低潮的情绪。后来我慢慢的去察觉，去感受我内在的感官世界，去认识真实的自我，然后也试着去跟自己沟通。后来我就想，信念创造实相，所以我想要用我的信念去创造我想要追求的幸福未来。2、1 ，Action！ 我目前单身，只交过一个女朋友。那2年的甜蜜时光，现在想想都有种心痛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走完那段情绪了，我就问自己说，这真的是我要的吗？然后自己幸福的权利怎么可以交给别人来决定呢？来啊，准备，马路上。我遇见他，那真是一见钟情。我想我跟他应该有很多前世的感情纠葛，这应该是因果的轮回。我想他也是我命中注定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跟他一辈子。但命运总是这样捉弄的。我姓古，他也姓古，基本上这个姓氏很少，大部分都是有亲戚的关系，所以我父母就坚决反对我跟他在一起。没有父母亲的允许呢，我是无法跟他结婚的。所以长痛不如短痛，我就跟他提出分手。那至于原因嘛，我也没告诉他。我当时怎么会这么狠心的抛弃他呢？所以我也很怀疑，我爱他的这个心到底是真心还是假心。这段期间我很痛苦，我也体会到生命的本质是苦集灭道。爱他就只是我的贪嗔痴吗？还是爱他只是假象，一切都是空？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服我的心呢？可以放下他，还是可以忘记他，还是可以得到解脱的方法呢？
是我会想，如果这段是好的姻缘，那我为什么要错过呢？是我不够聪明吗？还是我智慧未开？我目前单身，只交过一个女朋友。那2年的甜蜜时光，现在想想都有种心痛的感觉。如果命运就是如此，那我是否有能力去改变命运呢？我是不是应该去修点福报，然后再将功德回向给他，这样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？我还是很爱他。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话，那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他。司机大哥，可以跟你借张卫生纸吗？好。谢谢。司机大哥，前面靠边停，谢谢。车主8一咯。司机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忘记带钱包嘞，还是我等一下跟我朋友先借给您，可以吗？啊，较紧的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拍谁。后来你们都没有再联络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去开个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可以重来嘛？